国军方表示，周一将一艘非法进入西沙群岛附近中国海域的美国军舰处决出境，以纪念国际法裁定北京无权提出索赔。2016年7月12日，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裁定中国对南海没有历史权利，中国表示将无视这一裁决。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一敦促欧盟国家签署一项修正企业税率的全球协议，将财政支持维持到2022年底，并在面临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时考虑增加支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首次以美国财长的身份访问欧盟，参加财长部长会议，他推动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修复。前 NBA 球星洛伊斯·怀特在美国举行的 Big 3锦标赛上穿着一件印有维吾尔人自由的 T 恤。赛后，这位著名篮球运动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中国停止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的人权侵犯，并关闭集中营。以好莱坞动作片而闻名的香港男演员成龙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表示，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的中国共产党被指控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据说哈萨克斯坦在2021年第一季度从土耳其吸引了9600万美元的直接投资。哈萨克斯坦驻安卡拉大使馆发布了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2021年第一季度关于土耳其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的数据，这一数字比2020年同期增长了139%以上，是自2005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高数字。土耳其记者联盟在首都安卡拉举办的书展期间举行东突厥3主题简报会，维吾尔女诗人诺尔拉国科图克女士和哈米特国科图克先生应邀发言。伊拉克卫生官员和警方今天说，南部城市纳西里耶一间收治染疫病患的医院今天发生大火，造成至少52人丧生，22人受伤。医后消息人士透露，起火原因很可能是氧气瓶爆炸，死亡人数恐怕还会上升，还有许多病患下落不明。